好多嘅車主喺屋企裝咗充電樁，但係佢就會擔心安唔安全㗎，會唔會過熱㗎，會唔會漏電㗎，會唔會有風險㗎？其實好多嘅車主以為佢自己買個充電樁，揾個師傅安裝就最慳錢。但可能你唔知道，一個冇智慧監控嘅充電樁就好似屋企嘅一個隱形嘅炸彈，風險咧就時刻存在。而我哋嘅充電樁內置嘅 SaaS 系統，佢係你24小時嘅管家。佢嘅充電頭有3個 sensor， 第一個 sensor 感應電流，第二個 sensor 感應個電壓，第三個 sensor 就感應成個充電樁嘅溫度。呢度就係我哋嘅 SaaS 系統監控中心。舉個例子，去做啲咩功能咧？就係當你個充電槍嘅槍頭佢個溫度超過50度嘅話咧，系統咧就會自動降低個電流，啟動個冷卻系統。而如果個溫度超過60度，超過20分鐘嘅話咧，佢就會成個充電樁咧就自動斷電㗎啦。喺事故發生之前咧，風險就已經可以被化解啦。呢個系統幫你充電嘅時候，慳水、慳力、慳時間，同埋保證你100% 安全。第一就係慳水，即係慳錢啦。自動喺電價嘅低谷嘅時候充電，每度電咧差唔多慳40% 嘅電費。慳力就係你同物管去溝通、安裝到後期嘅維護，全部由我哋嘅負責，你全程唔需要擔心。第三就係慳時間，返到屋企即插即充，每日至少慳30分鐘揾充電樁嘅時間。第四就係100% 保證你安全，24小時雲端嘅監控，3000萬嘅責任保險，同埋故障率24小時響應，等你瞓得安心，充得安心啊嘛！充電樁唔係一個普通嘅電器，佢關乎你同你屋企人同埋你成棟大廈嘅安全。如果你認為你自己鋪線，然後自己淘寶一個充電樁，自己安裝會幫你慳到錢，呢個唔想同你爭論。但係我哋嘅 SaaS 系統嘅平台已經管理過超過5萬個充電樁，我哋可以將充電樁嘅安全問題由事後嘅補救變成事前嘅預防，由你人肉嘅檢測變成 AI 嘅自動嘅監控。你自己單獨安裝嘅充電樁咧，係基本上係冇辦法保證安全嘅。只有俾有 SaaS 系統實時監控系統嘅營運商幫你嘅屋苑統一安裝、統一管理，先至可以保證成個大廈充電嘅系統嘅安全性。專業嘅事交俾專業嘅人用，光電充一充，未來更輕鬆。我係偉仔，如果你希望你充電嘅時候都可以更加簡單、更加安全，歡迎隨時喺下面留言俾我，或者直接聯繫我。